大家好，我是蔡英文。去年一年实属不易，我们一起面对疫情的考验和许多的挑战。新的一年，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清德。2020年因为武汉肺炎的侵袭，大家都辛苦了。新的一年，我在这里要衷心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快乐，牛年扭转乾坤。I'm pleased to introduce to you a very important day in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at is the Lunar New Year. This year we will be welcoming the Year of the Ox. During the Lunar New Year season, we like to share auspicious greetings. I'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this greeting we often use in our culture. That is 招财进宝. Literally it means bringing in money and prosperity. Turning this around, 追求自由民主. That is pursu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Prosperity and freedom. I'm sure these are the very important cultures and interests that bind our two countries together. Let us work together for a better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of the Ox to everyone. 三会长，各位侨界先进，各位乡亲，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真的是很高兴来参加我们南湾台湾同乡会的元宵节灯会活动。因为上次来参加同乡会的活动还真的让我遇到了几位三重市的同乡，让我非常的兴奋跟讶异，也让我非常的期待以后在旧金山可以组一个三重帮。首先，由于疫情的关系侨界活动大部分都改成线上来举办，因此今天也是我从事外交工作34年来第一次在线上搓汤圆和猜灯谜，那感觉上非常的新鲜。那今天是大年初十在这边跟大家拜个晚年，祝各位侨界先进新春愉快，身体健康，恭喜发财。至于红包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先省下来。那其次，今天的活动非常的丰富精彩，其中也有我非常喜欢的猜灯谜活动。我跟大家报告，以前参加猜灯谜活动的时候为了要宣慰侨胞，维护政府形象，也怕侨胞伤心难过，所以我即使知道猜灯谜的答案，也都装作不知道。那今天我虽然没有参加猜灯谜的活动，但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和支持我也用刚刚省下来的红包提供几个礼物作为待会大家猜灯谜的奖品，希望大家能够猜得痛快，玩得尽兴。那另外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疫情仍然非常的严峻，我知道大家都已经在家里面闷了好几个月，都快闷出忧郁症，但请大家仍然要忍耐，仍然要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等到疫情结束，情况允许，大家再聚在一起好好庆祝元宵节。我也可以陪大家一起好好来猜灯谜，而且到时候各位也可以不用戴口罩，我才可以看到大家的庐山真面目。否则这几个月下来每个侨胞都戴口罩，大家看起来都差不多，我这个处长认得的侨胞脸孔还真的是非常有限。那最后预祝今天的活动顺利圆满成功，各位乡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牛年行大运。谢谢。祝福大家新春如意，恭喜发财。祝福大家阖家平安，健康团圆，新年快乐。祝福各位牛市大发，财源广进。祝福我们全球的侨胞新春愉快，心想事成。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大家都辛苦了，受到疫情的影响，未来为维护健康，只是举手之劳，请大家能够戴上口罩，就可以确保健康。
台湾疫情相对和缓，在此也要提醒大家，一样注意防疫。新年期间外出旅游聚会，请大家记得要戴口罩，要记得勤洗手，带上您的防疫包，这样子就确保您的新春一定非常愉快。祝福大家！台湾经济得以在疫情中持续的发展，有赖于许多的朋友在逆境中坚守本分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谢谢你们。牛年即将到来，在台湾，牛代表的是一种勤劳，在西方，牛代表的是一种力量。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一年，我们把这两种力量把它结合起来，共同来度过低潮的2020，大家一起迈向平安健康的未来新的一年。仅代表侨委会全体同仁祝福海内外侨胞与国人扭转乾坤，恭喜发财，口罩戴好，疫情拜拜。大家新年好，我是 Cupertino 今年的副市长赵良芳。春节问声好，祝福要趁早，愿您年轻永不老，薪水月月攀新高，生活每天有欢笑，家人相伴细雨朝，朋友增多不减少，牛年好运把你找，祝大家牛气冲天，大吉大利，新年快乐，恭喜发财。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John Shea, advisor of the South Bay Taiwanese Association. Yes, I do echo all the previous VIP's remarks to welcome you to the 10th annual of Bay Area Taiwanese Lantern Festival. The festival, not just to recall all the sweet memory for seniors, but also to educate our younger generation of Taiwanese culture. In Taiwan, we do celebrate the festival. We enjoy setting off the firecracker and also carrying the lantern in the neighborhood area with friends. I have promoted the Taiwanese culture for years, since 1993. I'm the founder of the Bay Area Taiwanese Culture Festival and also the founder of the Asian American Federation of California. We celebrate the Asian Festival in May. Every participant ethnic group, they promote their own traditional culture. I'm so delighted that the South Bay Taiwanese Association has carried on the torch of promoting Taiwanese culture. There's a lot of wonderful programs tonight. I'm sure you will like them all. Please relax and have your drink and popcorn ready. You're going to watch a wonderful presentation. I hope you and your family will enjoy it. Have a wonderful evening. Thank you.
以下的节目呢，是由我们向上学院 Jumping Up Learning Circles 所为这一次的元宵花灯会所提供的节目，歌唱节目。那么是受到主办单位南湾台湾同乡会的邀请，来参加他们第10周年元宵花灯会的庆祝大会。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每一位小朋友，还有包括我们的老师，大家每一个人都戴着口罩啊，所以呢是加强防疫。那谢谢呢2位小朋友呢也愿意贡献他们的时间来花一点时间呢来助兴啊，来助兴。那么站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小朋友呢是刘洪安小朋友，3年级。那在他右手边的是江传荣小朋友，4年级。那我们的指导老师呢是我们的欣欣老师。我们要唱的2首歌，第一首歌呢，让我再重复一遍，是恭喜新年好。第2首歌呢是茉莉花。好，那现在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记住我离开家园，青春拼到年老时，身在异乡讲我国话，互阮想起阿母的话，美梦中，今日他乡来相逢。 大家互相来安慰，不做天涯
爱互相有一小疼痛。啊，其实我离开家园，青春拼到年老时，身在异乡，讲我国话，予阮想起阿母的话，美梦中，今日他乡来相逢。大家互相来安慰，不做天涯沦落的人，咱爱互相有一小疼痛。今日他乡来相逢，大家互相来安慰，不做天涯沦落的人，咱爱互相有一小疼痛。啦啦。
是冈本达也，我是冈本锦香。今天我要教大家要怎么煮汤圆。材料是地瓜、红萝卜还有甜菜。台湾黑糖还有白糯米。下一步我们要把红萝卜的皮全部都削一削。哥哥，我来帮你教大家要怎么煮白汤圆。把这个全部的糯米放在里面去。然后再放水里面。然后把它揉一揉。做汤圆的，请看我怎么做。锅跟甜菜放在果汁机，然后再把汁放在白糯米粉。我现在要吃了。Thank you for watching us. No! 亲爱的好朋友，很高兴今天能够在线上和大家相聚。首先，我要向各位侨岭社区的好朋友拜个晚年，敬祝大家扭转乾坤。在新的一年事事顺心，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今天我想介绍的就是一个红糟。我们知道红糟是一个发酵的产品，
对身体很有帮助。那制作红糟的时候，这2瓮是我自己酿的，那它可以酿制成功以后，就可以变成红糟，然后可以做成红糟酱，过滤剩下来的酒也可以变成红糟酒。今天我就利用短短的影片来分别介绍，利用红糟酱，还有红糟酒做的一个美食，非常简单又好吃，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现在我们就来看养生红糟鸡腿汤的示范影片。我们要准备的是鸡腿、姜片，还有红糟酒。那做法也非常简单，大家看影片就一目了然。那这道汤最重要的重点就是酒和水的比例变成汤。那影片中的酒和水比例是1:1。那有人不喜欢那酒味那么重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是3:1，也就是3份的水，1份的酒。那做法非常简单，大家观看影片。接下来我们示范红糟干虾。那最主要的食材就是虾，然后要去头去壳、去肠抽肠子。然后要准备的是红糟、太白粉、葱段就是那么简单。先把虾子炒熟，先腌过以后再去炒熟。在起锅前加入红糟、葱段，还有少许的盐。好，请大家观赏。是要干的这谁干嘛不要？对啊。没有。接下来我们要示范的是红糟鸡片。其实它的做法跟红糟虾相同，也是先切片炒熟以后，最后再加入红糟。那这个是用图片来展示，谢谢。
最后一道要展示的就是红糟拌饭，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饭炒好，起锅前熄火，加入1汤匙的红糟，搅拌均匀即可。大家试试看，味道和炒饭是有截然的不同哦。谢谢大家观赏红糟料理示范教学。那另外还有红糟酱，它的用途也非常广泛，可以做溏心蛋，也可以腌制红糟肉。那希望有机会再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美食，谢谢。各位小朋友，大家新年快乐，新年万事如意。在除夕夜的当天晚上，有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吃好丰富的晚餐呢？有没有人领到好多红包呢？记不记得你说了哪些吉祥话呢？待会呢，我们在这个影片最后呢，也会来一起学学看，用不一样的节奏来学吉祥话，好吗？那今天呢，既然是牛年，杨老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和牛还有其他小动物有关系的生肖故事。你准备好了吗？就要开始咯。很久以前，在中国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皇帝，他叫做玉皇大帝。有一天，玉皇大帝呢，跟他的好朋友们正在准备生日的宴会。就在他庆生的时候呢，他突然发现，今年我到底是几岁了呀？到底我是在过哪一年的生日呀？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呢？于是呢，他想到了，原来我的居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问题，都不晓得日子怎么算，哪一年怎么过。这下可好了，怎么办才好呢？于是玉皇大帝他想了想，想了又想，想到了一个办法喽。所有的小动物们听清楚了，玉皇大帝想出了个好办法，让大家都能够好好的计算日子了。所有的动物们请注意了，只要你呢能够跑最快，第一个到达终点线的，我就让它成为中国农历新年上的第一个生肖。听清了吗？这下子所有的小动物们都得努力的用力的跑了，渡过这个大大的长江黄河，来到终点，前12名动物就可以赢得中国新年的前12生肖了。比赛开始啦！所有的小动物们啊，使命的跑，拼命的跑，就想要成为这个前面12个生肖。一开始呢，猫咪和老鼠是非常要好的好朋友，每天啊，他们出门吃饭玩游戏都是在一起的。于是呢，猫咪和老鼠决定了，他们想要一起去比赛咯。老鼠说：嘿，猫咪怎么样，我们一起来比赛吧。猫咪说：好啊，我们一起出发吧。可是我们不会游泳哦，那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不会游泳，可是我们可以找大牛来和我们一起呀。我们可以组成一组，一起比赛吧。这是个好主意。于是呢，猫咪和老鼠就一起去找大牛帮忙啦。我是忠厚老实的大水牛。小朋友们，今年是牛年呢，你可知道吗？牛年，牛他说了，老鼠、猫咪，你们想要和我一起去比赛吗？想呀，我们不会游泳，我们需要有人带我们渡过大黄河。没问题，跳到我的背上来吧。好，
走走走，他们游啊游啊游，游到了河的对岸了。好不容易快要到达终点的时候，老鼠说了：“哈哈，妈咪，我看你呀也不用在这太久了。既然牛都已经把我们载到这了，你就不用在这待了，下去吧，下去吧。”老鼠竟然就把猫给推走了，这下糟了，小猫咪就掉进河里了。那谁得到了第一名呢？老鼠啊，哈的一声，马上的跳到了终点线了。于是小老鼠得到了第一名，成了12生肖的第一个生肖呢。大水牛在后面紧跟着，也得到了第2名了。接着呢，山中的老虎也跑过来了，山中之王当然是跑得最快了，马上第3名就给老虎给得到了。可是呢，其他的小动物们还是很努力的跑哟。有些小动物啊，因为跑不动了，马上就给淘汰了。于是呢，有一只非常聪明的小兔子，一路跑一路跳。它跳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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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不会游泳啊，很快的也得到了第5名喽。玉皇大帝呢，也颁奖给小兔子呢。没过多久呢，突然间，天空来了一股旋风，到底是谁来了呀？哦，哇，原来是一只大龙呢。玉皇大帝说了：“嘿，龙，你不是会飞吗？你怎么这么晚才到呀？”这龙就说了：“嘿，玉皇大帝，刚才在来的路上，我发现很多居民遇到了灾难，他们需要下雨，所以啊，我就和上天打了个报告，让天上下点雨来，拯救了这个村落以后呢，我才飞快过来的。”原来呀，玉皇大帝说：“没关系，你呢还是得到了第5名哦，很棒的。”再过不多久呢，草丛里面出现了一个声音了。原来呀，是龙的小表弟蛇，他很快的怎么样，得到了第6名。玉皇大帝也颁奖给他喽。过了不久呢，其他的小动物们也纷纷的跑过来了，他们一刻也不敢停留。鼠、牛、虎、兔、龙、蛇都已经到达终点了，接下来是谁呢？马、羊、猴、鸡，还有狗也一路的跑到了终点线了。最后啊，大家都好好奇的问了，最后一只小动物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加油看看吧！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哦，我终于到了。小猪不是最偷懒的吗？怎么他也到了最后1名？他竟然挤进最后1名哎！小猪说话了：“我跑这么快，就是为了要吃我的食物啊！我的食物呢？好吃的东西在哪儿呢？我跑这么快，就是想要来吃东西呀！第1名没有东西吃啊！没有东西吃耶，怎么办才好呢？哎呀，我以为跑这么快可以拿到东西吃呢。算了，可是我还是得到最后1名了，不错，太棒了，哈哈，恭喜了！就当所有的小动物们都这样帮着12生肖在庆祝的时候呢，猫咪赶过来了。猫咪说：“喵，我是不是得到了第12名呀？”没有哎，怎么办呢？12生肖已经满了，已经截止了，我们比赛结束了呢。猫咪好伤心，也好生气。他说：“都是那只坏老鼠，它竟然把我给推下河里去了，太可恶了啊！就是我，哈哈！可是我是第1名呢！你不要跑啊！跑掉了。”
小朋友，你喜欢12生肖的故事吗？我的故事说完喽，马上呢，杨老师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吉祥话要怎么说。那我们今天的吉祥话呢，要跟我们今天要学的3种新的节奏来试试看，好不好？我要教你们学一学新的音符咯。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他是谁呀？他叫做4分音符，我们就叫他他。你可以念念看吗？他，很简单。第二个，我要请你帮我叫的是这一个，他们呢也是好朋友哦。他的名字叫 T， 可以说说看吗？ T， 再一次 T， 很好。最后一个要认识的是塔昂，2分音符，你说说看。塔昂，很简单吧？好，待会呢，我们一起来用这3个音符来说说看吉祥话哟。先等老师来跟你们一起 share screen 一下，马上就好咯。来看看吧，在这里。好，稍等我一下哦。好，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把你的手拿出来。等一下呢，杨老师说他，你就要跟我一起他，可以吗？来试试看，来吧，这是新年的节奏，一起来玩吧。他，换你，他，下一个，平安，换你，平安，很好。大吉大利，换你说说看，大吉大利，很棒。步高升，你会了吗？步高升。再来呢，年有余，换你说，年有余。再来一个是什么？恭喜发财，换你，恭喜发财，好棒。接下来，新年快乐，换你说，新年快乐。再来有一个不同的节奏咯，塔昂，换你，塔昂，有龙和蛇来咯。新年好，换你，新年好。下一个呢是穿新衣，换你，穿新衣。过年还要做什么呢？戴新帽，换你，戴新帽。再来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呢？你要说 T， 换你 T， 哎，过年的时候要说的就是恭喜，换你说恭喜，很好。再来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咯，我们来试试看这个节奏好吗？ T， 塔，换你 T， 塔，很好，全部都学起来咯。每条大街小巷，换你，每条大街小巷。再来呢，下一句会吗？每个人的嘴里，换你，每个人的嘴里。太棒了！见面第一句话，来，见面第一句话。还有呢，就是恭喜，换你，就是恭喜。哇，小朋友，你们都表现得非常好哎，这样子呀，
马上我们就来学学看这首曲子要怎么唱，好不好？你要跟我一起唱唱看吗？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把它唱完喽。是收拾一下桌面。我们来试试看这首歌。会唱的人要跟我一起唱好吗？来。会吗？小朋友可以一起跳跳舞哦，可以坐起来动一动哟。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小朋友太棒了，恭喜恭喜，新年快乐，下次再见喽，拜。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动一动。您可以坐在椅子上，或者是站起来。来，一边。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来，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换一边。一首或者是两首都可以。好，我们来健身，手背、三头肌、二头肌。来，我们来挥挥蝴蝶袖，转圈。很好，好，继续转方向。我们从头开始来。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半边。经过多少困难，历经多少磨练。来，您可以弯膝盖，或者是也不弯也没有关系。来，我们动动肩膀，把手指打开，很好，把嘴巴打开，全身活动活动。来，往上，继续。很好。来，下一边。打开。好，大家有动就有好福气哦。然后等一下我们有抽奖活动，祝大家扭转乾坤，每个人中大奖。谢谢。
拜。